皇上吩咐过了，谁都不见。不行，我有重要的事情问皇上。哎，龙小弟，世淑姑娘，您轻一点，皇上睡着了，别惊扰了圣驾。哎，世淑姑娘，小声点儿。龙小弟，皇上根本不是睡着了，他是喝醉了。啊！皇上喝醉了？哎呦，老奴该死，老奴该死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也不知道啊。这皇上一早啊，就写了一道圣旨，交给了索额图索大人，然后就把我们都赶出去了，说是要一个人静一静。我知道了，这儿交给我吧，你去给皇上端一碗醒酒汤来。好，好，好，好。哎呦，这皇上要真伤了龙体，我这罪过可就大了。哎呀，龙小弟，龙小弟，醒醒！老大，你来了，陪朕喝2杯。别喝了，你这以前不酗酒的，现在怎么了？什么都别问了，陪朕喝2杯吧。不许再喝了！看着我，我问你，鄂必奇、隆德多是不是你下旨放他们的？你是皇上啊，你怎么能出尔反尔呢？天子的话，金口玉言，一言九鼎的。是啊，朕是皇上，应该金口玉言，一言九鼎的。你太让我失望了。老大，朕对自己也很失望。朕以为朕亲政了，就可以乾纲独断了，没想到。而且我就不明白了，你是皇上啊，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且你要杀的都是那些死有余辜的贪官污吏，既不违反大清律例，又顺应民心啊。老大，当皇上哪有那么简单啊？朕现在心里好难受，让朕抱一抱好不好？让朕抱抱。说话不算数，我再也不想理你了。哎，老大，老大，哎，起来。你就是个大骗子，我再也不想理你了。你还记得这把扇子吗？还记得上面的字吗？你曾经说过，你不会让你的耳朵变成摆设。可是如今我才知道，你不仅是一条装聋作哑、没脚没爪的龙，你根本就是一条虫。是一座红尘的城墙，煎熬过你给的苍茫，用半世的真换一世的伤，奈何不了无言过往。如果真心总喜欢流浪，谁会陪我遥望夕阳？用痴心的苦换天真的想，思念比毒药更传唱。我不能和你在一起，相遇是最痛的别离。如果我不是我，你不是你，其实这就是我要的意思。你要记得曾经答应过我的那些话：消除贵族特权，革除积弊，整顿吏治，让全天下的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好，我答应你，这个利息我一定还。一言为定。一言为定。盖章。龙小弟，我这个老大可能要先行一步了。别说胡话，咱们两个是拜过儿子的，说好了有难同当，同生共死的，所以为了我，一定要撑下去。龙
龙小弟，我也好想陪你回京城啊。放心吧，我还想去收那些你欠我的利息。放心吧，人不死，账不来，一定要好好偿着。要是你不在，我来账了怎么办？你不会来账的，因为你是一个好王。我之前说过，你是天底下最不该爱的人。可是我现在收回这句话，你真的很好。谢谢你，谢谢你，老大，谢谢你，所以一定要撑住。相遇是最痛的别离，如果我不是我，你不是你，眼泪就失去爱的意义。我不能和你在一起，康熙在骗了我，康熙在骗了我。如果昨天可以重新定义，我依然愿意再次遇见你。如果昨天可以重新定义，我依然愿意再次遇见朱哥哥，我输了。别难过了。环美，我早就说过了，康熙在微服私访的时候，考虑的或许真的只有百姓。可他一回到这紫禁城，回到金銮殿，考虑更多的是他的皇位。朱哥哥，我问你，如果有一天你当上了皇上，你会不会跟康熙一样，在你心里最重要的是黎民百姓，还是你的皇位？你要说实话，不许骗我。如果有一天我做了皇帝，康熙没能做到的，我都能做到。你说的是真的吗？我永远不会骗你。我跟康熙不一样，他从小生长在宫里，而我从小生长在民间。我对老百姓的感情和他对老百姓的感情是不一样的。我远比他了解民间的疾苦，朝廷的积弊。环美，如果有一天我骗了你，就让我天打雷劈，不得好死。我不用你发这些毒誓，我相信你，朱哥哥。最起码你没骗过我，不像康熙那样。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师父跟爹要光复大明，扶你登基了。环美，你终于想明白了。我想明白了，而且通过这次山西微服私访，我也看明白了很多以前没有看明白的事情。像我们以前那样小打小闹，这里诛杀一个恶霸，那里铲除一个贪官，不过是图一时的快意恩仇，根本没有办法把老百姓从水深火热当中解救出来。环美，我永远不会辜负你对我的期许。我希望你也不要辜负我对你的感情。
皇上吉祥。凭什么？是。叶欢呢？回皇上，诗诗姑娘已经安歇了。你们先退下吧。是。老大，老大，老大，朕知道你还没有安心，朕想跟你说会儿话。老大，皇上，您还是先回去吧。诗书姑娘，她是小孩子脾气，您越是上赶着跟她解释，她就越是听不进去。您先放下几天，过几天自然就好了。只怕这次事情非比寻常，她跟朕不是一般的知己。皇上您放心，奴才跟李太医会好好劝劝她，相信她会明白的。真没想到，康熙会临时改变主意。这样一来，你打算借机挑起清廷内乱的计划，怕是落空了。虽然计划落空，但欢妹及时醒悟了，也算是意外之喜。啊，那就恭喜大师兄了。这样一来，小师妹就能收回对康熙的心思，一心一意地对待你了。只怕这付出的感情，不是说收回就能收回的。但愿吧。师弟，怎么什么动静都没有啊？不知道，不过应该快了吧？吴应琪最近几天每天都会在这个时候演出。吴应琪的大哥吴应雄是建宁公主的额驸，他们平西王府在京城也有很多的亲友故旧，所以吴应琪应该会有很多的应酬。哎，应酬肯定是有，但没准儿他还有什么其他的计划呢？师姐，我觉得三师傅说的对，我们还是应该提防一下吴应琪，别被他的外表给骗了。你别提我爹了，我爹根本就没把我当成他的亲生女儿，他只喜欢一欢一个人。哎，你可千万别这么说你爹啊！三师傅其实很疼你的。你还记得上次你赌气出走，三师傅在门口眼巴巴的等了你一晚上。哎呀，哦，对了，还有你脸上的伤，三师傅其实一直都在为你寻找那些珍稀的药材，为你配制那个什么冰肌玉元膏。还有小师妹，其实她心里也一直觉得挺对不住你。好了，你别说了，我不想听。好，我不说了。二公子，哎，师姐，吴应琪出来了。救！走，我们跟着他。
他们到这客栈到底是要做什么？应该是见什么人吧。师姐，你在这守着，我跟进去看一下。嗯。呀！快跟上他们！师弟别急，只有石青红在马车上，吴运琪应该还在客栈里。哎，师姐，你看走眼了，那个驾马车的根本就不是石青红，而是吴应奇。他们刚刚在客栈里互相换了装束。难怪石青红今天一直带着竹笠，我这居高临下的看不清他的脸。原来他们在玩障眼法。吴应奇如此小心谨慎，只能说明一点，他在干的肯定是一个见不得人的事儿，说不定真的跟金钥匙有关。走。好像是在等什么人。这么晚了，他肯定不是一个人来这里看风景的，必定是在等什么人。师弟，你看，湖中间有一艘大船。想不到吴应奇行事竟然如此小心谨慎，居然将与人约见的地点定在了湖中心的大船上。吴应奇好像是在等什么人。这么晚了，他肯定不是一个人来这里看风景的，必定是在等什么人。师弟，你看，湖中间有一艘大船。想不到吴应奇行事竟然如此小心谨慎，居然将与人约见的地点定在了湖中心的大船上。樊师姐，你该不会到现在还认为吴应奇只是一个胸无城府、只懂得琴棋书画的文弱书生吧？可是也有可能是吴三桂的指示吧？你别再拿这些借口自己骗自己了，好不好？师姐，三师傅那边我可以替你打掩护，不过三师傅说的对啊，吴应奇他毕竟是贼人吴三桂的儿子，我们不可以不防。师弟，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啊？放心吧，我有办法。二公子，二公子，师弟，你可千万注意安全，万一有什么意外，我随时去接应。好的。
二公子，坐吧。既然人都到齐了，那我们就开始吧。心里的任务，大家都记住了。记住了。既然记住了，知道该怎么办吧？各位都是江湖上的英雄好汉，既然你们愿意效忠于我，那么就按我们之前说好的规矩来。你们若肯忠于我，我保你们荣华富贵；可若你们对我有二心，也休怪我翻脸无情。我等誓死追随二公子，永不背叛。好。吴影琪约见的都是些什么人？我看不到舱内的情形，不过舱里除了吴应奇，大概还有10几个人。听他们说话和呼吸声，个个武功高强，应该都是江湖中的好手。吴影琪有提到这些人的名字和身份吗？没有啊，本来在这种地方约见就已经十分安全了，可吴应奇还是十分小心，出言谨慎，连即将布置的任务都是写在密信上的，我打探不到更多的消息了。师姐，现在你应该明白了。吴应奇其实很难对付，以前都是我们小看他了。也可能，吴应奇没你说的这么可怕。这些江湖中人，应该都是吴三桂暗中网罗的。他只不过是受他父亲的指派，和这些人接头罢了。至于那些密信，也有可能是吴三桂提前写好的呢。不对，吴应奇绝非一语之辈，他心机很深，好像在暗中谋划着什么事情。对了，那些江湖之人宣誓的时候，也口口声声地说，效忠的是他吴应奇，而非吴三桂。师姐，我觉得三师傅说的对，你现在是被吴应奇给蒙蔽了，丧失了应有的判断。我哪有？我只不过只是在分析另一种可能性罢了。小心驶得万年船。不管怎么说，我们以后跟他打交道的时候，还是小心一点吧，千万不要利用他不成，反而被他给利用了。老大，你就别再板着一张脸了，行吗？皇上千万别折煞奴婢了。奴婢啊，跟皇上是尊卑有别，奴婢再也不敢冒充什么老大，冒犯龙威了。朕知道你心里还在生朕的气。没有，奴婢在皇上面前只是一只小蟑螂。哦不，奴婢就是一只小臭虫。只要您龙族一抬啊，就能把奴婢剁个稀巴烂。是吗？那你昨个还骂朕是个骗子，不仅是个骗子，还是天底下最大的骗子！你还撕了朕的檀香古扇。奴婢得了失心疯了，求皇上治罪，奴婢罪该万死。老大，
你就别再和朕赌气了，好吗？你以为朕不想杀尽贪官，整顿吏治吗？朕想，朕做梦都想。可是朕这个皇帝也不是万能的呀。太皇太后说的对，这朝中的事情很复杂，没那么简单，不能操之过急，否则只怕打虎不成反被虎咬。朕只能徐徐图之，你要体谅朕的苦衷啊。二公子，时候不早了，咱们该赶路了。再等一会儿吧。叶姑娘和叶少侠一定是在京城寻到了亲人，想必不会和我们一起去滇都了。咱们还是赶快赶路好了。来，二公子请。倩影，倩影，叶兄弟，二公子，二公子，我还以为今生再也见不到你了。所以说这就是缘分。我们原计划在京城投亲，但找了许久也没有找到。听说是以前搬到外地了。我本想在京城找一家镖局落脚，但是我妹妹一直拉着我，让我来投靠二公子。不知二公子可否收留我们兄妹二人？这还用问吗？求之不得啊！请。这一纵队向左，这一纵队向右，啊！开始攻城！哈哈哈哈！老爸，有人来了，有人来看我了，我要吃的。老爸，我是易欢，我来看你了，给你糖吃。我要吃的啊！好吃，真好吃。玉欢，玉欢是谁啊？我要吃，好吃，我好吃。我的糖。老爸，乖，不能再吃了，这个不能再吃了啊，乖，不能吃了。这还有呢，鳌拜，还有呢。鳌拜，你看，这是桂花糕，给你的。你是好人，他是坏人，他抢我糖，不好。好吃，好吃。猪哥哥，看来鳌拜是真的疯了。好吃。我吃完了，我们要杀出去。鳌拜，我们先走了啊，把吃的放在这儿，你自己慢慢吃。你们下次来看我，再知道。我还要。走吧。好吃，吃完了我们杀出去。以前呢，我觉得鳌拜很残暴，很可恨。
可是他疯了以后，今天又看到他这样，我真的觉得他很可怜。你觉得他可怜，说不定他自己觉得很快乐呢。他这一生，前半辈子替爱新觉罗一族打天下，后半辈子在朝堂上和其他3个顾命大臣斗得你死我活，未必有现在的日子过得自在。鳌拜这一疯，他手下的情报网络也都瘫痪了，潜伏在咱们明珠谷的奸细也不会再露面了。现在形势很复杂，樊师妹跟叶师弟跟着吴应奇去了云南，继续打探1号金钥匙的下落。希望他们能顺利找到金钥匙，咱们也顺利找到真的铜匣，再找出潜伏在明珠谷的奸细，这样咱们就可以撤出紫禁城了。环妹，你不是一直打算继续留在宫里吗？那是以前，现在康熙已经不是我的龙小弟了，我不想再继续留在那个骗子身边了。走吧。来看一看啊，都是自家做的，带一个回去吧。看一看这个啊。真没想到，滇都不仅有京城的繁华，还有京城看不到的民族风情。对啊，其实滇都啊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等我这次见了我父王之后，我带你们再好好逛逛。你爹是不是很凶啊？我父王平常是个不苟言笑的人，因为是军人出身，所以总是有点不怒而威。说实话，我每次见到他呀，我心里还会发怵的。但是他人还是很好的，尤其是对我和我娘，他心里啊还是很疼我的。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平西王虽然在世人的口中颇受争议，但我相信他一定是个疼爱儿子的好父亲。对啊，倩影，你真是善解人意。二公子辛苦了。王爷有命，要二公子一回来，速去复命，不得耽搁。好，我这就去。叶兄，倩影，我娘和我喜欢清静，所以自行冠礼之后，我娘就随我搬出了王府。这样甚好。倘若真是平西王府的话，只怕我们兄妹2人还不敢踏入了。吴嬷嬷，这位是叶兄弟，叶姑娘，你要为他们安排最上等的客房。二公子放心，昨夜接到消息，我就准备好了，一切用度都安排了最好的。哎，对了，让你准备的药材，你准备齐了吗？大多都准备好了，都是双份，但唯有一味雪肤草只找到了1份。倩影，你看，为你调制药膏的药材，咱们可找齐了。可是，皇上命你把1份药材送往京城，这雪肤草却只有1份。皇上那边啊，咱们再想办法。当然是先给你找齐了药钱。叶兄，倩影，我还有要事，就无暇陪你们先拜见我娘了。你们先到府上安顿，有什么需要的就跟吴嬷嬷讲，等我晚上回来，再给你们接风洗尘。二公子且忙正事要紧，不必以我们兄妹2人为念。这二公子连衣服都来不及换，看来定是有要事。叶公子，叶姑娘，请。叶姑娘，请。叶姑娘，看看，还有什么短缺的？哦，没有了，都挺好的，有劳了。那叶姑娘且先安歇，我再去叶公子房里看看。
奉主母之命来请叶姑娘一见。你家主母是？我家主母是平西王侧妃二公子的娘亲。请。平西王侧妃就住在这里吗？我家主母喜欢清静。叶姑娘，这边请。主子，叶姑娘来了。民女叶倩影拜见王妃。不必多礼，看茶。是。想不到二公子的娘亲如此年轻美貌，优雅端庄，也只有她这样的娘亲，才生得出二公子那样的儿子吧。我琪儿在家书上说，叶姑娘是她新结识的朋友。并且是她的红颜知己。琪儿这一路上遇到了很多惊险，多亏了叶姑娘屡次搭救，我心里好生感激。王妃言重了，二公子吉人自有天相，我不过是略施以援手罢了。叶姑娘，你虽说是江湖儿女，但是性子却温柔和善，落落大方。我一见你，心里就好生欢喜。叶姑娘，你还是第一次来滇都吧？你且安心的在我府上住下，等我琪儿忙完公务，让她带你四下好好逛一逛，好好的领略一下滇都风情。多谢王妃。当初父王要孩儿运送永历帝的遗物进京，孩儿在登记造册之时，曾看过一眼这把金钥匙，但是也并没有十分留意。后来与山西总兵舒建会面之时，舒建特意将这把金钥匙贴身收藏，儿子也只是远远地看了一眼，对这把金钥匙的印象也并不是十分分明。后来父王命密使从舒建那夺回金钥匙，那密使也是直接带走了金钥匙。孩儿也就没有机会再见到，所以您要问孩儿，这把金钥匙是不是当初的那把？孩儿也不敢确定。你这话说的是真的？那这把金钥匙？假的。假的？那真的呢？不知道，下落不明。那父王真是大意失荆州啊！当年绞杀永历帝时，父王就见他镜中带着一把金钥匙。当时我虽怀疑永历帝如此贴身之物必定十分贵重，但我却猜不出它究竟有何用途。所以，当朝廷要父王将永历帝遗物全部押送进京时，就没有将它扣下。父王，您是什么时候知道这把金钥匙的用途的？10多年前，父王绞杀永历帝以后，
就已经成为朱明联盟必杀之而后快的第一人。所以，父王就在朱明联盟里安插了内线。在你们押送永历帝遗物进京后，我才从内线那里得到了消息。当年崇祯皇帝意识到大明江山危机时，就将宫里的宝藏隐藏在一个秘密的地方，然后绘制了一张藏宝图，藏在了一个铜匣子里。除了藏宝图，这铜匣中还藏有各地朱明联盟成员的潜伏名单。所以这把金钥匙就是开启那个铜匣子的。不错，打开这个铜匣子的金钥匙一共有3把，3把必须同时打开，否则就会破坏机关，毁掉铜匣子里的藏宝图与名单。孩儿办事不力，没想到这把金钥匙有这么特别的重要性，孩儿竟然让它在眼皮子底下被人调了包。父王可以肯定，你出发时带走的金钥匙那是真的，所以一接到密报后，父王就立刻派人快马加鞭通知你换下金钥匙。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等我的人赶到时，金钥匙已经落到了书剑之手。没办法，我只好命人假扮劫匪杀了书剑，劫回金钥匙。可这把金钥匙已非是当初父王给你的那把了。孩儿办事不力，请父王降罪。琪儿，现在不是谈责任的时候，你要仔细想想，这一路上除了你和书剑之外，还有没有其他人也接触过这把金钥匙？琪儿，莫非你想起了什么？父王，孩儿将押送过程想了又想，实在没发现是哪个环节出了什么问题。琪儿啊，你这次京城之行十分辛苦，父王啊，对你非常满意。我已命人将给你的赏赐送到你的府邸，你先回去好好休息。若是想起什么，再回来告诉父王。是，孩儿告退。千阳，千阳，怎么样？在这儿住得惯吗？要是缺什么的话，就跟我说一声。你娘给我送了好些衣物玩物和金银首饰，现在我什么都不缺了。那就好。
二公子，你这是怎么了？好像脸色有一点不好。没什么，就是今天去交差时，被我父王数落了一顿。你一路上这么辛苦，你父王为何还要训斥你啊？还不是因为永历帝遗物里的那把金钥匙。什么金钥匙啊？倩影，你还记得吗？永历帝遗物中的那个首饰盒里，有一把金钥匙。当时你打开盒子看，还有东西掉在了地上。你捡起的东西里面，就有那把金钥匙。是吗？我不记得了，只记得那些东西掉在地上后，我就一股脑的都将它们捡回了盒子。莫非是舒总兵从永历帝遗物当中拿出来戴在剑上的那样东西？难不成就是那把金钥匙？不错。后来书剑遇刺，那把金钥匙也不知被什么人掳走了。我父王为此责怪我，说不好向朝廷交代。哦，这书剑遇刺一案，皇上已知道是山西巡抚刘德昭所为，那金钥匙应该就在刘德昭手上。如今皇帝已判他下狱，那这金钥匙就应该在皇帝手上。你父王不过是责备你几句罢了。我还是第一次外出办差，没想到办成这样，我心里很是自责。英奇，对不起，是我盗走了金钥匙，不过我盗走的也是一把假的，就算我告诉你实话，你只怕也不会相信。时候不早了，早点歇息吧。二公子，这是什么？这是为你调制好的冰肌雪肤膏。既是我承诺过你的事，就一定会为你做到。英奇，对不起，对不起。王爷，二公子一路押送永历帝遗物进京的事情就是这样。您还有什么疑问吗？石青红，这一路上有没有察觉二公子有什么可疑之处？这倒没有。不过，自从二公子见到了叶倩莹以后，好像很喜欢这个姑娘。叶倩莹和他哥哥叶默生路上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吗？卑职觉得，这兄妹二人很神秘，不仅武功高强，而且行踪难测。说具体点儿。永历帝的遗物在交给山西总兵舒剑之前的那个晚上，本来是放在二公子房间里的。可是那天夜里，二公子曾邀请叶姑娘到他的房间里面挑灯下棋。
那后来呢？后来，那叶氏兄妹跟我们说，他们要到京城去投亲，之后又来找二公子说亲人没有找到。卑职觉得，这也是疑点。你先下去吧，好好看着叶氏兄妹，一旦有动静，随时来报。卑职遵命。二公子，王爷问我话的情形就是这样。好，对我果然忠心。这是我父王赏我的，现在他们都是你的了。这太多了吧，卑职不敢收。怎么？我父王说的话你就听，我说的话你就不听了？卑职不敢。老实啊，自从我父王把你调到我身边，我就知道你是来干什么的。二公子，卑职虽然效忠于王爷，但自从到了二公子身边，从未在王爷面前说过您半句坏话。我知道，要不然你也活不到今天。二公子，这话什么意思？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还有一个名字，叫傅恒波。哼，你怎么知道？我不仅知道你叫傅恒波，是曾经伏虎山的山大王，我还知道你曾经袭击过我父王的粮队，还偷袭过我父王。我父王左肩上的那道剑伤，也是你的杰作吧？后来看我父王在云南的势力越来越大，就改头换面，化作石青红，投靠了我父王。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为什么不揭发我？哼，那是因为你对我还不错。石青红，我就问你一句：我和我父王之间，你更愿意效忠于谁？卑职更愿意效忠二公子。哼，好。那么从今天开始，这个世界上没有傅恒波，只有石青红。叶欢，这个是吴应奇命人快马加鞭从云南送来的药材，你看一看，是不是你要配制冰肌血肤养颜膏的药材？朱哥哥，我辨别药材的能力没有你强，你帮我看看吧。好。回皇上，这的确是配制冰肌血肤养颜膏所需要的药材，但是独独少了一味最重要的血肤草。那怎么办啊？那冰肌血肤养颜膏是制不出来了吗？那不是，叶欢，你先别着急，我让吴应奇再想想办法。奴婢不敢有劳皇上，皇上说过，皇上不是万能的，很多事情也没有办法做到，所以还是等奴婢出宫以后自己慢慢找吧。叶欢，叶欢，你非要这么别扭地跟朕说话吗？皇上，臣妹只是一时没想明白，
带朕慢慢开导他吧。李太医，还是你能体谅朕的苦衷。臣自幼在江湖上闯荡，所以比臣妹更了解这世间之事，各有各的因果，这世间之人各有各的无奈。吴应期既然已经开始盘问金钥匙的事情，显然是对我们起疑了。我想，我们必须赶紧撤了，不然这把走不了了。不行，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不能就这么半途而废。吴应期虽然对我们有点起疑，但没有说破，反而送了我冰肌雪肤膏，这说明他没有任何证据。如果我们就此撤离，反而坐实了他对我们的怀疑。好，那我们就再观察一下看看。不过如果形势不对的话，我们只能放弃任务，先撤离再说。李太医，朕有一项重要的任务，需要一个特殊的人才去完成。此人必须武功高强，有勇有谋，最重要的是，还要对朕绝对的忠诚。一旦事情败了，不能说出是朕的旨意。朕思来想去，觉得只有你最合适。你可愿替朕分忧？臣万死不辞。这个铜匣子乃前明的崇祯皇帝所留，里边不但有潜伏在全国各地前朝著名联盟的名单，还有一份藏宝图。这个崇祯皇帝啊，生前昏聩无能，没想到临死之前还灵光乍现，留下了这么一个铜匣子和金钥匙的谜局，用来复国。所以朕必须得到这3把金钥匙，打开这个铜匣。皇上也想找到藏宝图，说来说去，皇上也贪财。朕是贪财，但是朕贪的财和你不一样。你贪财是为了你的乡亲，朕贪财是为了大清的子民，天下的百姓。我大清打入京城之时，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城。紫禁城里和国库的财宝都已经被崇祯皇帝提前转移了。眼下江山初定，天灾人祸不断，我大清国库空虚，朕有许多执政良策，都因为没钱而无法实施。可是鳌拜说过，这3把钥匙，一把在台湾郑经手上，还有一把在前明继王李定国的手上，最后一把在吴三桂手上。想要凑齐这3把钥匙，简直是难上加难。再难也得想办法。只要找到这3把金钥匙，将这些反党一网打尽，那朕就可以安心的处理朝政。最重要的是，朕修路架桥，治理旱涝灾害，开办善堂，减负利民的钱就有了。现在说的那么好听，谁知道找到藏宝图以后，会拿这些钱真的实行善政，还是拿来跟自己的文武百官、皇亲国戚来奢靡享乐呢？你，皇上，臣定当倾尽全力协助皇上找齐3把金钥匙。这3把金钥匙要一把一把的找。眼下李定国行踪不定，郑经远在台湾，只有吴三桂那把最容易得到。皇上的意思是，要臣去一趟平西王府，偷金钥匙。朕是不能下旨要吴三桂交出金钥匙，那样的话，他会抵赖说这把金钥匙早在山西的时候就已经被刘德昭的手下给劫走了，所以朕得派人悄悄的去偷。